中秋節快樂！猜燈謎嘅時間又到啦！呢個問題係兩個男人脱光光坐喺個石頭上，猜一個成語，究竟係咩呢？究竟係乜嘢？一石二鳥。哇！好厲害啊！當然啦，有啲文化根底噶嘛。黑人同埋白雪公主結咗婚生嘅小朋友，猜一個童話故事嘅人物。係咪係嗰個叫咩啊？嗰個個答案係灰姑娘。 OK， 唔係灰色㗎。咦？點解我覺得黑白係啡色？和尚擔遮，猜一個成語。和尚有咩特徵啊？光頭冇頭髮，係。咩啊？好，答案係無法無天。哦咁嘅咩？消防員放假，猜一個地區名。消防員工作性真係救火咯，放2日假，好難，好似好蠢咁啊！諗咗諗唔到，放2日假， 3，冇啊！放2日假，油麻地，哦耶！將軍舞棋，猜個地區名。將軍澳啊，唔係，將軍澳冇棋係㗎。個答案係竹園啊！哇！一口食掉牛尾巴，猜一個字。點解你要攞呢條出嚟咁？一個字，高字，哇！厲害喎！厲害！有水準嘅。月滿中秋，中秋節快樂！